拘押行为仍在继续。中国占领下的70年来，东突厥斯坦人一直受到镇压和压迫，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共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大规模建立集中营设施，任意拘留数百万穆斯林，其中包括著名的宗教学者、科学家、大学教授和艺人。人造卫星图片也显示集中营的存在性。最近有消息称，中国仍在继续任意逮捕和非法拘留行为。伊犁州尼勒克县有24名男人被捕并送进集中营。市委会代表会见了众议院院长、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乌迈尔·卡纳提，会见美国下议院主席南希·佩罗西，并就东突厥斯坦局势和维吾尔问题进行交流意见。伊朗总统拒绝接受扎里夫的辞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西米表示，伊朗总统洛哈尼不接受外交部长扎里夫的辞职。伊朗总统哈桑·洛哈尼的办公室回应，外交部长穆君莫德贾瓦德扎里夫前一天宣布辞职，并表示不会接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补充说，除了扎里夫的社交媒体声明外，关于扎里夫的辞职没有任何官方理由。特朗普与金正恩第2次见面。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今天和明天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会晤。在今天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开始的越南峰会上，特朗普的主要目标是说服平壤冻结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越南峰会将重点关注平壤政府完成核计划和导弹计划，以换取华盛顿将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正常化。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升温。印度在巴基斯坦进行空袭后，巴基斯坦当局作出回应。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阿斯夫将军威胁印度说：“现在等我们的惊喜，我们的答案会有所不同，你会亲眼看到。”他说，印度宣布对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营地进行空袭。巴基斯坦官员还指出，遭受轰炸的巴拉克特镇周围没有任何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没有死伤。